后来，咱的工业技术研究院今仔日举行线顶的记者会，来发表着会当检测新冠病毒的易开罐的快筛的装置。这个检测的时间为即卖4点钟缩短为7点钟，而且伫个潜伏期就会当验出着病毒，这准确度高达90%以上。 对镜头到实验室，去了解工研院最新的核酸分子检测系统，会使予新冠病毒免4点钟，短了1点钟就会使显出原形。我看就是这款快筛的装置，差不多600克尔，比传统的装置轻57倍。易开罐中高低温设计形成对流，让反应速度比传统机台提升6倍。 甲进前国卫院科技公司公布的检测技术比较起来，工研院是核酸分子的检测，用伫潜伏期就测出病毒准确率有90%。科技公司是研究血液的检测，一滴血滴这个检测片顶面，号称讲12分钟就会使测出来。国卫院是利用较早对抗 SARS 病毒抗体为基础，经会使分辨新型冠状病毒的抗体做快筛试剂研究，只要15分钟就会使予病毒无所遁形。 现在的PCR 的方式大概要做到4到8小时，那我们的新的方式呢，大概在1个小时，包括前处理大概20分钟，我们检测时间大概40分钟，整个检测的时程大概差不多1个小时就可以知道它是阳性还是阴性。不管是在工研院表示讲，这种管仔型的检测工具，上紧伫今年7月份就会使量产，要应用伫边境也是社区诊所的体检。 各方快筛量能火力全开，多管齐下，才有法度确实防止疫情扩散。